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我是永群，今日要教大家是弹力带健身操。像准备一个弹力带，可以抱的，也可以盘的。盘的呢，你把磅数加过强，阻力加过大。抱的阻力比较小。刚开始练习的人像老人家还是肌力没安好的人，建议了从抱的开始的练习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那开始了哦。像拿弹力带，不用停来下。好，两只脚让两只手绑好了哟。弹力带不拉长，你要拿好。如果够长的话，你就可以再卷一圈，这样就等下来打开来，合拢来。老人家可以坐蹲做，可以发入起蹲，训练的平衡感和肌耐力哦。打开来，合拢来。一边来做10下，要起好来哦，起稳哦。左边做下，来弯右脚。打开来，合拢来，3、4、5、6，要起稳哦。好，再来来臀脚，挺胸来，再并下来，挺高哦。老人家可以坐蹲做，唔怕。都是舒放来哦。再来动作，将腿舒放左侧，好，一只脚软轮，一只手伸出去，伸上去，放上去，再放下来，训练你的手背哦。你手臂的肌力咯，从你手臂伸出，来训练你手臂的肌力。要记得要拿好来哦。做延展，停留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并下来，更加弓箭步让出去。好，做一个侧弯、侧身的一个延展。另外一只手可以叉腰，要记得绑好哦。请轮欣赏，慢慢的做。
做停留。慢慢的数过来，左片做好了，要往右片，加紧刚的弹力带，让另外一片脚，记得的数要绑好哦。好，第上面伸出，加油哦！嘎松弓箭步。做一个停留，慢慢的过来，好，更加来做一个平衡感的训练哦。好，两轮，一只脚，慢慢的，重心要转移到的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来弯片，你刚刚的重心，来移到你的左脚，好，那右脚，慢慢的移上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放下来，来呼吸，头到脚的哦，用只腳躝好，好來做一個開合的動作，還記得嗎？你可以發再可以試試，記得躝好哦，冇忘到的哦。做唔到的人可以坐下來做下動作。做好照片，來彎右腳嘅哦，打開來，合上來。停頓線上慢慢地做。而家來同兩隻腳挺胸來，挺胸來，放下來。做唔到嘅比較不平穩的，可以坐頓哦。肚時要豎胸來哦。好，而家我哋嚟揾動作。一隻腳躝，另外就是放上去，
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侧弯腰，今日动作记得了吗？慢慢的腾讯上做，相信一定做得到哦。好好运动，也能下摆，能来了。